20幾歲嘅時候，中意靚仔嘅，以為浪漫就係全部；30歲就想揾個穩定㗎啦，但最後就會發現安全感唔係佢俾你，而係自己俾自己嘅。你以為揾個人遮風擋雨咩？後嚟先至會明白，風雨或者係早就係自己嘅選擇啊！點解會咁嘅？20歲追求火花，30歲渴望陪伴，到咗40歲，你終於明白愛情係選擇，人生嘅走向亦都係。好嘅伴侶唔係用嚟填補空缺啊，而係同你一齊成長嘅同行者。婚姻唔係選擇邊個嚟照顧你，而係選擇邊個能夠同你並肩前行。真正值得你花時間嘅人，係懂得欣賞你嘅夢想，並且願意一齊努力嘅嗰個人啊！錯誤嘅選擇係一方，但係未來嘅選擇權永遠喺自己嘅手入面。唔好再等年齡嚟教你啦，呢家開始活出你自己嘅人生。點個讚，為每一個努力